詩篇58篇大衛的金詩，交給聖詠團長，曲調用幽要毀壞，求神罰護。你們緘默不語，真合公義嗎？你們審判世人，喜按正直嗎？不然，你們心中作惡，量出你們在地上手中的殘暴。惡人一出母胎就與神疏遠，一離母腹就走錯路。月方話：他們的毒氣好像蛇的毒氣，他們好像聾的毒蛇塞住耳朵，聽不見弄蛇者的聲音，也聽不見魔術師的咒語。神啊，求你敲碎他們口中的牙。耶和華啊，求你敲掉少壯獅子的大牙。願他們消滅，如急流的水一般。他們瞄準射箭的時候，箭頭折斷。願他們像蝸牛腐爛消失，又像婦人流掉的胎兒。未見天日，你們用荊棘燒火，鍋還未熱，神就用旋風把未燒着的和已燒着的一齊刮去。義人現仇敵遭報就歡喜，他要在惡人的血中洗腳。因此，人必悅，義人誠然有善報。在地上果然有施行審判的神。詩篇第58篇靈修指南，主題：對不義的譴責與神的公義。經文重點：一、對邪惡的譴責。詩篇以對不義的指控開始，詩人質疑那些在權力中行邪惡的人，問他們是否真正會以公義行事。在這裏，詩人揭示了不義的行為與虛假的道德標準，提醒我們在社會中保持警覺，並勇敢地對抗不公。二、罪的本質。詩人指出，邪惡的人從小就偏離了真理，並以謊言和欺騙為生。他們的心是剛硬的，無法聽見真理的聲音。這讓我們反思，罪的本質會使人遠離神，並影響他們的行為和判斷。三、神的審判。大衛呼求神的審判，願神使那些邪惡的人像水流淹沒的瓦片一樣無法站立。這段經文強調了神對不義的審判，提醒我們無論人類如何行惡，神的公義最終會勝過一切。四、公義的喜樂。大衛結尾時宣告，當神的公義顯現時，義人會得住喜樂和滿足。這讓我們看到，信靠神的公義會帶來真正的平安與喜樂，並鼓勵我們在生活中追求公義。默想：你在生活中是否曾經遇到不義的情況？你如何能夠在這些情況中堅持信仰，並為正義發聲？你是否能夠辨別周圍的邪惡行為？在這樣的情況下，你如何能夠保持一顆敏銳的心靈？你如何能夠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公義，並為他人帶來希望與光明？禱告：天父，感謝你的公義與真理，求你幫助我在面對不義時，勇敢地為真理發聲，並堅持追求公義。願我能在每一次的挑戰中經歷你的帶領，並在你的公義中找到喜樂。奉耶穌的名禱告，阿門。行動：一、行公義，尋找機會在生活中實踐公義，無論是在工作場所、社區還是家庭中，成為他人的祝福。二、分享信仰，與朋友或家人討論社會中的不公義問題，並一起思考如何能夠以信仰行動來回應這些挑戰。三、靈修反思，花時間反思神的公義與真理，並用神的話語來引導自己的行為，確保自己的選擇與信仰一致。願這靈修幫助你更深入理解詩篇第58篇的教訓。願神的恩典與你同在。